擁有溫馨雅致嘅感覺，整體以奶油色為主調，營造出柔和治癒嘅氣氛。大家好，我哋係 Distinct Design。今個居屋單位380尺2房1廳設計，整體嘅色彩配搭上邊用咗奶油白同埋淺杏色為主導，客廳就用咗一體化嘅設計，通透開闊。玄關嘅大櫃用色簡潔時尚，條子電視背景牆造型簡潔，配搭翻懸浮式嘅滲光電視櫃，線條流暢之餘又富有設計感。近窗邊以半牆加玻璃窗做咗間隔，有陽光透出之餘又唔失私隱度。房同房之間就以一組展示櫃做法，分隔開兩房嘅家私間隔。呢一間睡房做咗雙人床，而衣櫃就隱藏喺床尾嘅位置。另一間睡房以純潔嘅白色同埋柔和嘅淺木色為基底，一邊嘅到頂衣櫃採用咗封閉同埋玻璃通透嘅結合形式，滿足咗收納衣物之餘，玻璃格更可方便分隔開着過出街嘅衣物。而床邊更充分利用咗角落空間，做咗 L 型嘅書台。浴室以淺灰色系嘅特色馬賽克瓷磚為亮點，再配搭深木色嘅地櫃同埋鏡櫃。由於座廁改位成置中，旁邊嘅淋浴空間就有更多嘅位置啦。最後廚房以乾淨嘅白色為主調，地櫃就用上咗深綠色去碰撞翻色彩，為空間注入自然活力感。一邊亦加設翻台面，增加翻工作嘅空間。今條片就介紹完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